Hello，又係我裝修，同大家講裝修啦。喺英國，水龍頭滴水其實好有機會係 lime scale 嘅問題。喺考慮換一個新嘅水龍頭芯之前，其實可以試下拆咗舊嗰個出嚟清一清啲 lime scale。今日就一齊嚟睇下點樣搞啦。第一步，熄咗個總掣。喺英國，總掣通常都係喺廚房星盤下邊，之後可以開水龍頭放咗剩低嘅水。要拆開個水龍頭，通常都要6個匙或者星形嘅螺絲批。大家拆之前最好 check 一 check。拆開個手柄之後，我哋就要用士巴拿轉個芯出嚟啦。留意翻，拆出嚟之後仲會有少量嘅水流出嘅。跟住就要拆開個芯啦。首先拆走個鐵線圈，然後反轉會見到一個藍色嘅膠圈。如果係熱水嘅芯呢，通常都會係紅色嘅。喺個圈下面就有2粒用陶瓷做嘅圓形，可以用螺絲批幫手將呢組嘢拆出嚟。而今次我哋會用白醋加梳打粉去洗 lime scale。當然，大家亦可以用專門洗 lime scale 嘅產品。因為最主要會積聚 lime scale 咧係呢個金屬嘅部分，所以我哋大概需要浸30分鐘。喺浸緊嘅時間，我哋可以用刷加埋白醋清一清水龍頭入面，而頭先嘅陶瓷咧亦都可以清潔一下嘅。30分鐘之後 ，lime scale 都已經清得七七八八噶啦。我哋沖一沖佢，還原翻所有嘢，應該就可以解決漏水嘅問題。如果都唔得，咁就可能要配翻一個啱型號嘅新水龍頭芯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